眼見小朋友身體毛病多多，校長決定重操舊業，懸壺濟世，順便等新一代小朋友搞清楚個啲。中醫乜東東？另一隻手，啲脈好正常噃。咁佢冇病冇痛，就梗係正常啦。咁搵我咩嘢事啊？媽媽話呢排啲流感好犀利，叫我睇定醫生先噃。我都話唔使噶啦。乜唔使啊？啲西醫都識得叫人打定流感預防針，咁中醫都應該有啲咁上下嘢打下啦。打針？定啲嚟，我哋冇針打。不過中醫有中醫對付流感嘅方法，同西醫有啲唔同。即是點啊？哇，好長篇噶噃。西醫治療流感主要針對病毒，接種流感疫苗降低感染流感嘅風險。入咗身體就用抗病毒藥物抑制佢哋複製。總之個壞蛋就係病毒，搞掂晒啲病毒就搞掂收工。中醫唔係講病毒，係講正氣與邪氣嘅關係。而流感喺中醫裏面屬於時行感冒，因為不合時宜嘅氣候變化或者異常嘅氣候產生嘅風邪、寒邪、濕邪啊咁，對人體造成傷害，引發流感。之前都講過，中醫將身體對抗邪氣嘅力量叫做正氣。當正氣強過邪氣，即使遇到病毒啊咁呢啲病因，正氣頂住，冇任何疾病表現，或者未至於好嚴重。但係當正氣不足，邪氣強過正氣，咁就弊家伙啦。所以中醫經常強調飲食、生活習慣嘅重要，就係因為要正氣呀。切，咁即是乜都靠自己，唔使揾你哋醫啦。咁又唔係噃，到真係病咗就梗係要醫病啦。發燒、喉嚨痛、咳嗽、發冷，我哋會用一啲特定嘅療法去除體內嘅邪氣，從而改善病人嘅健康狀況同減輕不適嘅疾病表現。不過咁都未算㗎，就算表面睇好似已經好返，中醫都會繼續幫個病人調理身體，恢復正氣，固本培元，呢啲就叫做治標又治本。哦，不過你講咁耐，即使有病要嚟揾你哋啦。預防就靠自己，飲食生活習慣啊咁嚟提高正氣，呢啲之前講過晒啦。做適量運動，多啲曬太陽，心境保持平靜，食少啲寒凍熱氣嘢，早睡早起，我記得晒啊。針對預防流感，仲可以加埋保持衛生啦，空氣要流通啦，少啲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啦。啊，仲有一招，用暖水浸下腳，都有改善氣血運行噶。好嘢，咁講咁耐都冇話要打針就得。咪住，仲可以天灸。係噃，嚟緊3伏天，可以同佢做天灸噃。咩嘢天灸啊？天貓我就知，係天時個天，針灸個灸啊。針灸？媽媽，我唔想做電豬啊。乜嘢係天灸呢？針灸又係啲乜東東呢？下次講中醫經絡穴位治療法，好神奇噶。